强烈风台伫早起8点已经增强做强烈风台了。气象署嘛已经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。早起11点风台强度搁再提升，暴风半径嘛来到320公里，是1996年赫伯风台以来暴风半径上大的风台了。风台上新的状况，咱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。 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21号台风康瑞发布海上、陆上台风警报。康瑞台风目前是一个强烈台风，它在过去3小时的强度以及结构都维持。风未来的移动呢，其实在今天的下半天之后，会逐渐的以比较快速的速度接近到台湾的东南方的海域。所以在今天的晚间开始，在北部东半部这边的雨势呢，就会进一步的加剧。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明天的中午前后到下半天左右呢，台风的中心是有机会登陆到花莲以南的这个地段。那在周四的一整天呢，大致上从下半天开始就会在台湾的陆地上面，而到了周五的清晨，逐渐的就是已经出海来到台湾的海峡上。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区域，目前大致上集中在台北市的山区、基隆北海岸还有北宜兰的这一带，而且也可以看到在迎风面这边的降雨呢，都是比较持续性的。随着台风的环流逐渐的接近，在今天的晚间开始，整个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雨势就会加剧，尤其特别在宜兰的山区，还有花莲的山区的这一带，都可能来到豪雨等级或是局部以上的降雨。而至于在周四的清晨到白天的这段期间，是台风更为靠近的时期。那这段期间呢，台风的环流所带来的强风，也会与地形的交互作用，造成在北台湾还有在宜花附近，甚至台东这边的山区或是平地，都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雨势。